来继续来看这个天王周杰伦12月要伫台北的大巨蛋来开演唱会，从中昼开始来卖票，短短时间15万张的票就互抢了了。有这个卖车的业务，伫面册来铺文章，讲只要这个月领牌交车，就来送周杰伦演唱会的票2张。哇，有真侪人咧问哦，那这个黄牛票已经划到1张30万了，甚至这个黄牛票都公开伫网络顶来卖，民众痛骂讲实在真唱秋。就是转完圈就是每一场空。那些因科话一直咧说，特别买演唱会门票拢会上演，89万人抢15万张周杰伦演唱会门票，这是天光囝即马各有奇招。有车商讲，买指定品牌轿车，这个月会当领牌交车的人，就送你周杰伦演唱会9800倍特库2张。这尔高拍广告，有影问人真多。抢了2张，那就想说拿来送票，然后来促进一下自己的业绩。非常多的人要来做这样的洽询。毕竟是大人抢票，当这尔顺利，帮红迄对夫妻 Kim 就破文讲，家己伫咧验证号码卡关，讲真实咧是我英文歹，或者是目睭歹，真无奈。前立委王婉如嘛感慨讲，身为前工程师，我知影人的速度搁再紧，嘛拢无机器紧。呼吁国会爱重视黄牛法案的推动。毕竟即马黄牛票已经开出30万一张的天价，高档票网站一张嘛卖超过1万，公开伫咧网站顶卖票真好大胆。PN 或是其他的方式，那经由一些藏匿自己 IP 的方法，所以你相对来讲，光从 IP 也很难追。他如果购票上面的那个票的那个编号，你大概就知道说那个是谁去买的，买到票的那个人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。就算有检举平台，不过要掠到黄牛嘛是真无简单。买无到票的买众，就来上空上芳，伫咧面册发起，必须来大巨蛋的下水道听周杰伦演唱会。阁有真侪通风广线大巨蛋的厝顶来靠飞，甚至讲有周董的票地当摕来督促税，趣味破文，互大家看到周董的有缘真有魅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